你身上，我与我在地上，给你有尊荣的威严在他面前。带着变化的唱，唱着这万事万物，你别和我回答，当说你那里的赞美，带着变化的唱，愿你要唱好的手，在夜空中诉说他奇妙的作为。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带着纯真的心来赞美我们的一起来，抓向耶和华，我愿你的宝贝在他的身上，耶和华造你的身上，你有尊荣的威严在他面前，带上变化的唱，象征着万事万物，你耶和华伟大，当说起他的赞美，带上变化的唱，让你要唱他的手，在夜空中诉说他奇妙的作为。可是你有他的人，赞美基督他的美，感谢耶和华承受他的生命，因为耶和华悲伤，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从无可断，直到万代。带着变化的唱，象征着万事万物，因耶和华伟大，当手提他的赞美，带上变化的唱，全地要唱他的手，在夜空中诉说他奇妙的作为，带着变化的唱，象征着万事万物，因耶和华伟大，当手提他的赞美，带着变化的唱，全地要唱他的手，在夜空中诉说他奇妙的作为。哈利路亚！让我们用最大的声音，让我们唱最美的谢谢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来到这里不只是敬拜，而是要得着真正的自由。因他的释放，使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脱离忧伤，脱离捆绑。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感恩的心，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静静地来到你面前，在你爱中欢喜安定，求你安慰我破碎的心灵，用你话语治我生命，你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我软弱变为刚强，耶稣给你属天力量，所忧伤中我的释放。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你的宝血成为我拯救，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
虽不为痛，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你赦免我罪，使我完全的自由。你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我软弱变为刚强。耶稣，因你我相信的力量，终究是从我的翅膀。耶稣是你给的我自由，你的宝血成为我拯救，在你眼里我感到温柔，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我的选择跟随不回头，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你赦免我罪，使我完全的自由。耶稣，你是给了我自由，你的宝血曾为我拯救，在你眼里我感到温柔，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我的选择跟随不回头，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你赦免我罪，使我完全的自由。你赦免我罪，使我完全的自由。你赦免我罪，使我完全的自由。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谢谢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主。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我们，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着真正的自由。主啊，让我们今晚的祷告会完全交托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圣灵充满在这里，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线上的弟兄姐妹同在。求主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寻求你。当我们内心有软弱、有重担、有忧虑、有忧伤，主，求你亲自来安慰我们，医治我们，释放我们。我们有意无意得罪主的地方，也求主来洁净赦免，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面前。主，求你带领接我们每一个祷告，都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照主的意思。求你垂听我们的呼求，祝福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也保守牧师在海外的一切过程都有主的带领，一切平安，一切顺利。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福音的管道，成为我们成为主你祝福的管道。主，谢谢你，我们将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谢谢你，
我们在主面前恭敬谦卑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供养这大家平安。咱今仔日要来读经文吼，经节是两个所在，创世纪25章19节到34，以及罗马书第8章12到第1节到11节吼。今仔日大家经文这一点吼，是台语版的吼，现代汉台语汉语版吼。来，创世纪25章19节来，下面是阿伯拉以撒的后代，阿伯拉罕生以撒。以撒死下来时，话列家做作，列家是以扫所来的阿拿，以土里的查某囝拉班的小妹，以撒就耶和华生，就要伊祈求上主，上主领受伊的恳求，耶和华列家有怀疑。相信伊大家会发到来相配，伊真艰苦，伊苦是安怎？我会写艰苦，伊就上主，上主甲伊讲，两组对你的脚包内，两组要对你的付出，一组要对你的话，一组较强，大个赛事，现在好。过年都来相识啊，来先出来辛苦啊，随辛苦我亲像穿灰衫，就来路名叫做一首，随后伊的小弟跑出来，手用一首的脚后边，就甲路名叫雅各，两个囝出世时，以撒不过30岁。两个囡仔渐渐大，以扫老爸常常伫山野，雅各倒是安静，常常伫布棚内。以撒疼以扫，所以因为常常食以扫带来的压力，第一家疼雅各。有一日，雅各咧放汤，以扫对山野过来，身躯一撇。以扫甲雅各讲：“我现在是拜托你将这个阿拿分予我吃，因为安尼以扫嘛叫做伊多。雅各讲：你先将大囝给我。以扫讲：我都了解这事啊，这个大囝对我有啥路用？雅各讲：你着先手抓。以扫就对伊手抓，用大囝给予伊。雅各就将囝爱毛根予以扫，伊就吃了就做伊。安尼以扫看见伊大囝的父母，继续咱罗马书第8章第10到11节吼，来，安尼到耶稣迄个人就无是做，因为反过耶稣。伊个父话命的信息我知，已经有口当咱对做甲死的我知，因为人的不是选择，如我做袂到的，上帝做的。伊找家己的囝处来人共款的犯罪做事，全看人做做来处理做，上帝安尼做。是咧互百姓当了咱是咱家的无照本性，一照正义传咧生活的人，因为顺咱本性人伊用本性的事，不过顺咱现实人伊用相现实的事，伊用本性结果是死，伊用现实会得到活命甲福报。安尼，因不是必定上帝，因为无顺服上帝的话，伊是嘛无法度顺服。顺服准信人为了互上帝欢喜，因为上帝是了咱大人，你若要因为就是上本性，是上现实，然后伊个是
无上引导，引导哪样与台面，因为这是不以为死，上帝是为了你我，因为你也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上帝是互耶稣对下两个啊，这是哪样与台面，因为互基督对下两个来上帝。会通过了现代人的事情，互你的心的不一定画面上。来，咱第分三个部分吼，听到心内声音，更渐渐失去，以及听见话休的声吼，话休的声。咱拄仔咧读即段阿伯拉罕家族的故事吼，即个咱嘛算真熟吼，咱会当看到吼。因若当着代志的时阵，当着困境的时阵，若祈祷，拢会得到保守。所以这段经文伫清开始的时阵，讲到利百加利生，这对阿伯拉罕的家族来讲是一个危机吼，一个危机。上帝毋是讲有应允因的后代坐啦，当海山甲天际，但是利百加若未生咧。而且讲伊未生，未生就告诉了有啊。若真正未生，上帝是伊设立家己喙底。安尼讲，安尼后壁拢无啥物代志发生安尼。但是咱知圣经后壁继续讲，上帝是信实的。当以撒若祈祷，危机就解决。但是危机解决以后，毋是就一切拢顺风啊。伊即个危机解决以后，麻烦过来。为啥讲麻烦过来？利百加伊是怀双生啊。即对双生啊，囡仔啦，伊个巴肚内就互相咧竞争啊，咧相争啊，咧相争啊。就算讲啊，伊兄弟啊出世了后，佫一直咧竞争。父母的偏爱关系父母的偏爱嘛增加伊兄弟爱对立。兼在即个小弟雅各，因为伊毋是传统的制定的继承人，所以平常时啊，嘛拢甲老母伫咧厝较济，两个人关系就较亲近。即个阿兄咧较外向，伊甲老爸拢共款是厝内的头人的心，所以爸仔囝两个人就较共心。以扫诶，伊大汉以后啊，诚做一个真熟手诶拍拉，所以定定拍拉，有一个真好诶野味转来互伊老爸食。看起来伊诶能力袂歹，有即个办事会当来继承产业，来保护家族。毋过呢，伊有气力，但是伊做代志真冲破。咱对经文内底就知影吼，当伊拍拉转来，干那巴肚枵硬，即个代志，伊就凊凊彩彩将大囝的名分丢出去。互老爸较小即个意思想讲吼，伊佫检彩想讲吼，即个大囝的名分哪有啥物重要？无啥物啊，有阮老爸做我的靠山较实在，名分就名分尔。所以对伊所来讲，这大囝是一个外表、外在标头尔，一个标头尔吼。但是伊其实伊无要伊即个名分。实际上，若有分别，搁较带有责任，搁较带有责任。咱嘛会当来看吼，有偌济基督徒嘛，甲以扫共款，认为讲我信的上帝是独一，是真的上帝。是上悬的上帝，所以我是正好的，我是圣洁，我是有权力的，我是有上帝的权力啦。有偌济，有可能咱的心内有可能伫某一个时阵会有即个想法出来。我是上帝上爱的，我是上帝特别拣选的，就安尼，上帝一定甲我保守，骄傲出来，骄傲出来，点子，刚讲说。就是上帝拣选咱做伊的事实，伊的囝儿用意，我想应该毋是啦，应该毋是。第二段是更渐渐失去，更渐渐失去。
伫个电影迄关于迄关于即部电影毋知有人看过？哦，我是无看过，不过我为了即个讲究，我去了解伊感觉。伊内底电影内底主要三个女性，阿嬷、查某囝甲查某孙。即三个，逐个人拢心内拢有歹念头，拢因为无共款的欲望，互相去牵制。阿嬷咧牵制查某囝，查某囝咧牵制查某孙，查某孙又搁要来牵制阿嬷咧，互关系真复杂。逐个人拢有伊认为真好的迄个概念，真好的想法吼，要来掌握一切。不过伊个掌握的过程中间，到尾仔嘛是互人感觉是伊伫迄一半戏内底一个机理嘛。伊逐个人都叫是已经掌握一切啦，其实背后嘛是一直都互人看错，就是伊控制一切。上尾啊，伊才发现，伊嘛是一身家咧命啦，哦。即出电影啊，敢若咧描写无影无食的世界，确实遐尔啊写实吼，遐尔啊真实，因为伊中间的一切，拢伫咱现实中间吼，伊中间的一寡画面、一寡剧情，拢伫咱现实的中间会拄着。电影，但对咱来讲，伊的生活真好，但是咱检采无过着越来越去的一个车祸的生活，嘛无规工去甲人干死啊！看你有当棍扫无？看你有迄个超车无？看你有迄个铁红线无？咱嘛无安尼吼。毋过呢，咱若进一步来想吼，咱敢捌想过要去别人控制？要去控制别人，有无？有，我就有哦。比如讲哦，咱做爸母的啊，人囡仔啊，哦，若咱考了较好的学校，就对真侪限制啊。你9点以后袂当看电视，你耍手机啊，会晓耍50分钟，等。哦，你12点之前一定爱转来。你礼拜六拢爱去补习，等，这会限制。囡仔无一定照咱的意思。上班呢，甲公务人员，其实拢大家做伙，拢5六会当升官吼，所以对天时啊，真侪拖沓，表面呢下面来讲。那咱转来信用的团体来讲，跟牧师就是讲，教会哦，教会有更较侪会友甲福的哦，才是兴旺的代表，才是讲要做牧师有气力哦，有名的代表。所以啊，就用渐用家己的欲望、家己的观念咧做重心，这叫做天差异。意思教会甲信仰的会友，伊生命、灵命渐暗淡，失去光明。当福音机构也是总会，耶稣讲会当掌握较济的财力甲权力，较有影响力。比如说，我要掌握这个大病医院、大机构，有财有权，安尼我较有影响力。讲一声话水会简单，所以无想吼，家己想家己对啦，也是讲吼，以这个毋对的念头、毋对的思想来做错点，偏错去，清彩做一个临时的免供应会，无真正解决问题计划出来，整个机构、整个教会拢歪错。那这个时阵，敢有法度，互这个黑暗的世界照着光呢？无法度。伫诗篇119篇安尼讲，119篇的105到160，诗人安尼讲，咱嘛真熟吼。你的话是我骹前的灯，我路前的灯。你公平的判断，我决意要遵行，我一定要安尼遵行。前半段咱真熟，后半段咱就较无遐尼熟。你公平公正的判断，我决意要遵行，我一定要安尼遵守，我一定要安尼遵守。当咱若陷落去黑暗，会有
会真阴重的痛苦的当下的时阵，咱嘛会真迫切来祈求上帝来解救、来讨放咱的当下。对圣经来看，主的意思是遮尔啊明确，遮尔啊明显。伊前到呾都无放杀伊的囝儿，无放杀伊的子民，也毋过若咱呢，咱敢真正愿意放弃主放权，将咱的生命一切拢交互上帝，这是咱的功，咱的功，咱的功，咱的课题。敢愿意真正放弃主放权，将生命一切来交互上帝，这是咱的功。我相信伫咧学习功课中间，会有真侪体会，而且这个体会是每一个人无共。而且我想到，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天，平时啊，阮若同事中昼咱食饭者，伫咧食饭的做伙，就开讲有一个同事讲啊，主任最近啉咧安尼足爱啉迄个摩卡咖啡。摩卡咖啡大家拢知啦。你有捌看过主任你啉摩卡咖啡？我这同事来讲，伊最近你啉摩卡咖啡，伊讲无啦，这摩卡咖啡每一个人的口味拢无共。奇怪，摩卡咖啡毋是安尼加比落迄个香味有苦味有迄个酸味安尼尔。伊讲无哦，毋是哦，我讲的摩卡是，咱的摩卡你想的摩哪一个？摩卡咖啡，伊讲的摩卡是哦，魔鬼关卡。魔鬼关卡的咖啡，伊讲最近啊，主任啊，连就啉这摩卡咖啡，而且这滋味是上天啊，伊讲上天予伊特别的滋味。最近拄了真侪代志，所以伊来处理咱伤脑筋。等伊通过以后，伊就讲，我摩卡咖啡啉好啊。我相信但是咧，咱每一个人拢会啉无共款的摩卡咖啡。这咖啡的滋味是上帝赏赐互咱的，上帝赏赐。所以这摩卡咖啡大家会注意摩卡咖啡。好，咱第三段来看，听见啥货？化休的声，化休其实就大声化啦吼，大声化、大声休啦。但化甲休在我来看，两个佫无共。化是两个有离较近的，比如我甲民泽长老较近的啦。我化民泽长老，我咧化。我若咧主任遐较远啊，我就休主任吼，所以化休，但意思听见大声化、大声休的声音。这个世界吼，咱知吼，这个世界咱即摆有几亿人，80亿人，所以这80亿人可能有80亿种无共款的思想个性。古上有讲哦，钱有比是大有人，对不对？现在呢，我是认为会当时我调整吼，钱有比是千有人吼，还是是百万有人吼。如果我这两天两个小可代志，所以我想这句话吼。因为每一个人做代志风格无共，我爱温暖来，伊爱快速，所以每一个人的迄个风格无共。意思讲哦，世界看起来哦，乱糟糟啦，有够乱的啦。咱这是咱人，毋过伫咧主的间内，无一定哦。主感觉安尼多元，有紧有慢，无一定安尼是好。所以伫即个世界，凡是有人看到讲遮尔济冲突甲思想，就感觉伤过自由啦，这就伤过自由的结果啦。有人安尼想，毋过咱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甲伊看。敢会讲我一寡有权利的人有权力的人是看到人社人心来社甲想要控制对方，要来对方控制，望对方会当改变成做家己爱迄款的迄个款式，这真趣味。当咱若是有权力的人，是毋是感觉到讲守规矩、受控制真重要？咱是蛮有感觉，我有权利，比如讲我做老师，我有权利，
学生啊都爱守规矩，上课啦该讲话讲话，袂该无应该讲话，你着点点。学生敢袂每一个拢安尼？迄当阵你是你会国生气，所以你感觉讲守规矩、受控制真重要。毋过咧，咱较实转换，咱来诚做受控制的人，咱会安怎想？这是无共款的迄个角色的想法。伫过去，咱长老教会若听到受压迫者、压迫的声音，拢真拍拼为因来出声。但即马呢，咱教会是共款，犹原听到受压迫的喊话的，有无？咱有听到。一旦教会若诚做已经得到利益的，哪有法度通阁听到即个世界破休的声呢？所以这是咱爱注意的所在。保罗伫个罗马书第8章第3节，咱拄有读着讲因为人的本性软弱，如法做袂到的，上帝有做成。摩西如法做袂到是啥物？就是伊虽然讲啥物是义，已经定义出啥物是义啊，有啊，煞生袂出义啊。有定义真清楚，煞生袂出来。如法无法度恢复人甲上帝关系，如法无法度。因为身体头上帝创造万物的甲人的时阵，伊看一切拢是好，若伊好是足好的。也毋过经文拄仔有讲啊，当人顺对本性违逆伊的旨意，就注定行往死亡。毋过即个中间，若是基督会当踮伫咱的内面，就算讲咱身体因为罪来死，上帝的神嘛要甲咱活，而且借着住伫咱内体圣神，甲生命守住咱即个会烂去的死去的身躯。新学家海斯伫咧基督教新约伦理学这本册内底来讲，圣神是属基督的人顺服的馈达来源。圣神是属基督的人顺服的馈达来源。顺服是得救的结果，毋是得救的条件。顺服是得救的结果，毋是得救的条件。圣神并不是真抽象的。既然回应福音的人，圣神拢会甲因伫咧，拢会甲因灌压，互因会当慢慢改变，得到快乐去顺服。顺服啥？顺服上帝，毋是顺服人哦，顺服人唔对啊，顺服上帝，顺服圣神。毋过，当时小可可惜，咱基督教的信仰群体，当时定拢会计较，食火我很厉害。也是讲家己有这个权柄，嘛会当来控制圣神，好像圣神是咱的迄个啥阿拉丁神灯。所以这嘛是咱爱注意的所在，咱爱注意的所在。现主时教会常常讲到圣神的时阵，总是来强调讲安怎病得到医治，会晓讲方言，也是讲比较圣神带来效果，也是甲教会复兴。说真少讲圣神信徒的灵命，敢有改变？教会敢有法度行出公义？有啊无？这是较少讲。就亲像伫咧马太福音13章，耶稣讲着亚种的比喻安，这嘛是咱真熟的经文重点敢真正是咧比较啥会当结出30倍、60倍、到100倍的果子？你来想看卖30倍、100倍、60倍、100倍有济无？若讲一丛树啊，是讲一丛树啊，结出来30倍、60倍、100倍有济无？有真济你去算看卖一丛树啊会当结一丛树啊会当结偌济啊？至少嘛500粒会切啊！一丛树啊尔一丛按若讲迄个柚仔树，
柑仔树诶，毋若100粒啊，毋若啦吼。所以咱来了解，耶稣伫咧遮讲30杯、60杯、100杯，已经是上基本诶。你来看世上诶食物，每站要真正咧结果，你会当去算，吼，你会当去算。超过遮个数量，所以咱嘛爱去注意，吼，爱去注意。就算讲野亲诶吼，甲亲戚野厝，若拄着迄个社会诶啊，拄着歹诶啊，甲伊抢去啦，还是讲咱现实迄个环境诶困难啊，外在压力啊，意思到福音拢无效果。我逐工去外口讲传福音，传几十年嘛无一个效果啊，真有准。但是我真佩服咱诶杨美姐，伊伫遐咧分迄个啥，新年光啊，分这福音单张，分几年10多年啊，伊嘛是继续安尼分，安尼，伊拢无落去，所以遐有讲吼，上基本。无论吼，福音是传出来，摕到诶人，摕到福音单诶人，兼咱无法度一时就了解。毋过上帝诶时间毋是咱诶时间，咱有做啊，所以咱袂当落去。重点就是讲，野青诶人无论拄着困难还是阻挡，总袂当落去，因为野地火土内底争取，总是有结果。讲总是不易发芽结果的时阵，总是有安尼。所以这个咧提醒咱每一位上帝的百姓，无论传福音的结果成果安怎，拢爱用心顺服伊的旨意，遵行伊的话语，而且呢耐心听候主的时间来到。咱有几个问题来思想，咱来想看卖啊，讲家己啊，若是厝内大囝，像我就是阮兜厝内大囝，你愿意承担安怎样的家庭责任？咱每一个，比如住的家庭内底，你是大囝，我是大囝，大家拢安尼，你愿意，咱愿意承担怎样的家庭责任？第二，咱来分享你对顺服是必求的结果，即个观念的看法，咱用来思想一下。第三，如果你咧做的代志，你是无成果，你会安怎继续拍拼？这就较现实的较实际的这较实际上咱会当着你咧做的代志一直无成果，你会安怎继续拍拼？像咧咱以前去读册时，拢知影讲迄个孙中山国父啊，10遍咧革命无成功去做10遍伊继续拍拼，到即摆说中华民国经典，所以这几个问题，互咱会当来思考。咱来为着几项代志来祈祷为着家己来祈祷。伫咧面对家庭责任，也是拄着工课困境的时阵，求主同在，互咱每一个人拢有智慧甲疼心来完成咱本身的责任。第二嘛，为基督徒来祈祷，求主帮助咱伫即个多变的社会内底、世界内底，会当持守不变的信心，顺服圣神的引带，用心来顺服上帝。这是咱需要来思考的，需要来思考甲祈祷的代志。以上咱三角来祈祷。因为上帝，阮感谢你，你的话语总是互阮每一遍读的时阵，拢有心会领受。主，你嘛是做新事的主，阮感谢你的引带甲带领，而且充满压迫甲欲望的世界，求主互阮会当坚定行伫主你的道路顶端。就算讲头前有无明，嘛恳求主你引带阮，互阮会当勇敢来靠信靠你，互阮会当继续来跟对主你的脚步，活出应当主圣名的生命。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同心合意，同心合意，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了使你献上自己，同心合意，同心合意。让我们先就是不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我们合一，敬拜我，神主爱是共同，在我们当中。神一点高过我们一点，爱的道路也超过我们的同心合意，同心合意，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了使你献上自己，同心合意，同心合意，让我们先就是不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向着世界为主啊！你心中生活的不在乎你的伤心，是我们同一个世界而已。心合一，同心合一，把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了使你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就是不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让我们先就是不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啊，兄弟请坐。咱这是要为世界、为国家、甲社会来祈祷。第一个是为世界吼，美国对伊朗搁一遍的冲突，而且来封锁咧海峡，求主会当互战争会当来紧紧来结束，互双方会当早一日来贡献和平的成果。过来是最近香港乌道来攻击咱的台湾的媒体人，即个媒体人伊搁是日本人吼，造成吼大家安尼惊甲毋敢讲话的效应。伊是要安尼的制裁，毋过要来企图吼，想要来改变吼，侵蚀台湾的言论自由，求主来保守咱真无简单得到的民主自由，互国家人民会当珍惜这片真水的家。第三是总预算卡关已经300外天要归年吼，拖累了行政效率。目前是要伫8月来三读通过吼，求主伫个立法院会当掌管，会当来摆脱来计算咧安尼双方福斗来为恁个百姓来发声吼，咱恳求主来带领来引出台湾的前途，所以咱为这3项，咱彼此来祈祷。
将世界各地的征战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特别怜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征战，求你止息这场战火，挪去当中人民或者还有国家之间的仇恨与报复的心，使国与国之间能够以和平来对话，而不是以冲突而造成对立。也求你保守你的百姓和儿女们，在征战当中能够靠主的得真正的平安，也带领我们在战争当中所带来的生活影响，能够靠主你所教导的彼此相爱、谦卑扶持，走过每个不容易的时刻。主啊，我们要更多为香港媒体遭受暴力的事件来祷告，求你安慰受害者，以及保守每位愿意坚守真理、公义和良善的人。主啊，你亲自为他们伸冤，亲自成为他们的保护者，让他们能够持续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与你同行。看顾台湾这块土地，保守你的百姓，在你赏赐的产业里面，能够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和自由，能够以理性扶持，彼此相爱，能够来活出主你的诫命。愿你的真理不被恐吓遮盖，愿你的公义能够被高举、被彰显，使台湾能够成为和平、所爱的国家。亲爱的主，我们将台湾的政治，我们的立法院以及我们正在讨论的预算案，最后在你的手里。所以你带领每个执政长官都能够有从你而来的智慧，不要造成，而不是总是以我的利益或是彼此的不合理性的事情造成对立，而是能够以主你的国度，能够以人民的福祉为优先，促进这样的沟通，促进这样的合作，使重要的案件、使重要的议案能够通过，使百姓得着益处。愿台湾能够成为荣耀你、祝福你，成为更多的人祝福的国家。谢谢主，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好，咱继续来为了教会来祈祷吼。为了本周宣教会活动，参与着非洲旧的救命计划，求主来增进来福音水的工业。第二个是阮的这礼拜第2营的师生求主来带领出入一切平安，会当学校时代的囡仔更较熟悉嘛欢喜来使用母语吼。第三，为了本会在咱法庭伫咧北京的庭事中间我都交臂来祈祷，求主来开路，会当早一日来完成，而且大大来推动福音的事工。咱为了这3项，咱来为声来祈祷。亲爱的阿爸，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为本周宣教育活动及参与非洲救血救命计划，求主增进福音美好的享受，以及为本周台语营师生祷告，出入平安，更能让下一代孩子熟悉、乐意使用母语，以及为本会财团法人在变更程序上未能齐备祷告，求主开路，能早日完成，并大力推动福音事工。以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咱来继续来为咱的集体来祈祷吼。第一区家林小组的罗家温兄弟吼，就会牧乡甲美雪这个后生吼，因为会去啦吼，去杀塔吼，所以伫咧拜一中昼去圣保罗病院急诊拜二暗转迄个南口中间病院带伫加护病房吼，求主来保守家有兄弟会当得到医治，早日恢复健康。第二个是咱为着第3区蒙福小组的兄弟吼无单保五姊妹双脚无力，求主手术有勇健双脚出入平安，会当来到教会来做礼拜
愈建兴兄弟的后生愈宽诚兄弟伊的工课会当顺利来找到老雅美姊妹的后生邱明宏兄弟伊的两骨痛痛求主来医治愈个陈胜姊妹伊要去北疆佚佗所以求主来保守伊平安人快乐。第三是咧为了台四区的平安小组的彭美华姊妹，伊拜五要伫咧台北中心综合病院来开迄个龙骨减压的手术。求主甲黄明超医生同在，手术智慧甲气力，互手术一切顺利。互手术以后恢复会当达到有期的目标，求主来掌权。咱先为了这三项来献上祈祷。非常地欢迎求你相信你来医治看顾，互家人小人，互家阮兄弟会去补充问题，求主先进来怜悯医治，互伊当紧紧来得到完全医治。非常地，阮献上恳求，主，阮知你是听祈祷的上帝，你也是医治的主上帝。阮将大家阮兄弟伊的病情交托伫你的手里，伊即马搁伫咧家护病房，恳求圣神你来医治，你来看顾，互伊会当得到透过医生完全的治疗，会当早一日恢复健康，会当搁来早一日转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领受主你伫伊身上迄个疼痛。我若恳求主你来保守无单保我姊妹伊的伤口无来主你知。伫手术，恳求主先手术，互伊伤口有力，会当来行来到教会来做礼拜，甲主了亲近。建兴兄的后生宽诚兄弟，伊咧找工课，我若恳求你的灵，家己咧保守伊，会当找着适合的工课。雅美子的后生明峰兄，伊的两骨痛痛，有医院恳求你圣神来医治，互伊会当透过医治，会当恢复健康，会当伫咧主你的面前伫正人的面前来向主来做好见证。陈胜姐伊要去佚佗，我若有将这仰望伫你的手里，恳求主圣神你来保守，互伊出入平安，佚佗的欢喜。我若为了平华姐，伊拜五啦要来量骨减压的手术，我若有缘将这仰望伫你的手里，恳求主你来掌权，会当互伊早一日恢复健康。阮用这用祈祷来主的恳求，求主你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第四个来华裔区家庭小组的李庆辉姊妹，因为胆结石走去胆管内底，不过即马上新的消息是讲，伊的结石已经排到12指肠所以呢有减轻但是爱继续来禁食恳求主你来继续来医治，互伊早一日完全恢复健康。第五是咱牧师，牧师拜一到拜六去印尼的素水，甲一边台湾迄个第选队来服侍，求主保守但牧师甲一边台湾的第选队一切无论交通行程还是食食，拢会平安顺利来完成。咱将这两项来向主来恳求来祈祷，咱来出声来祈祷。阮将强惠这胆结石交托伫你的手里，主你是医治的大气力，主你恳求你圣手将这个结石一粒拢排除。主啊，阮将伊仰望伫你的手里，恳求主圣神你来医治保守，互伊的病情会当紧紧恢复健康。
主，阮恳求你圣神也看顾陈牧师，伊即礼拜到一直变台湾去印尼做短选服侍，求主你来保守伫因伫遐的服侍，一切头到尾交通各项的行程食食，拢一切拢平安顺利伫遐。各一边看见主你伫伊遐的学生的稳定甲听堂，互因会当来领受主你福音。恳求上帝圣神你来保守看顾，阮将安尼的祈祷拢摆伫你面前，恳求主你来听，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用不动摇的信心，把我们今天的祷告全然交托仰望，相信主必成就，阿门。我们一起来。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主我主。真心凝聚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地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真心凝聚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地前进，我的身体在前面为我挣扎，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地前进，我的身体在前面为我挣扎。咱三甲用主祷文来做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你的歹个，因为国、繁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今仔祈祷会到这，多谢。